現年38歲嘅內地女星趙薇曾經獲得影后同埋最佳導演等等嘅殊榮，喺影視界成績有目共睹。08年佢同富商老公黃有龍結婚之後，喺商界非常之活躍，投資生意更加越搞越大。根據聯交所資料顯示，趙薇同老公嘅投資公司 Go Ocean Media 舊年喺場外以每股1.6元入股19.3億股阿里巴巴影業股份，涉資30.88億元，約佔9.18% 股權，成為公司第2大股東。據知阿里巴巴影業將會出品多套作品，第一套投資嘅電影就係王家衛監製、梁朝偉主演嘅《擺渡人》，並且已經購入《還珠格格》小說嘅電影改編權同埋電影《狼圖騰》嘅海外發行權等等。其實趙薇同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本身已經 friend 過打 band， 更加有指馬雲舊年有意發展影業嘅時候，曾經向趙薇請教對影視行業同埋電影未來嘅睇法。趙薇都好欣賞對方嘅用心㗎，而甚有生意頭腦嘅趙薇近年喺各地投資房地產之外，11年底更加斥資4200萬港元收購波爾多一個葡萄酒酒莊。早前佢又投資娛樂傳媒公司，出資250萬人民幣，成為唐德影視股東之一。睇嚟佢真係雄心壯志，想成為女影壇大亨喎。